国造畅水南海军号今日头一届进行将航测试，上深会当参到50米深，未来会畅入深进行压力测试。2年前嫌犯纽约市性侵，搁再催死来台湾的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分别判死刑、经2审，今日该判无期徒刑。回答这刑长黄仁勋今来到台湾，按算参加回答台湾的马甲，敢会出席回答和台北市政府的签约典礼呢？目前是无正面的回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9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咱的国造畅水南海军号今日头一届进行潜航测试啊，上届深呢会当畅到50米深。专家认为讲测试过程当中有一寡问题拢是正常的，实际畅水发现问题才会当来改善，未来也会愈畅愈深进行这压力测试。外界也质疑讲这海军号的工期伤过长啊，台船公司是强调讲整体进度拢无去前着。豆豆对高雄港驶出，地船证实国造畅水南海军号29月头一届畅水航行的测试。海军舰，大声喊加油！军事民众有红布条啊，全力支持海军号。各有民众特别对台南走来见证。一早就从台南出发过来这边，想要见识一下，对我们国造的前舰到底长怎么样子。根据规划，海军号这届测试将物件深度会来到50公尺深。专家分析，水面甲外壳承受海水压力的情形，会是观察的重点。今天的测试，只要顺利完成的话，就要进行深海测试。那深海测试就会到小琉球以南的海域来进行更深的一个海域测试。各个舱门的水密哈，然后呢，那个钢板能不能承受相关的压力，其实呢都要经过不断的调教，因为这个调教呢不是用人眼来看，一定用科学仪器去检查。因为之前海军号伫测试的时，捌发生过液压系统有问题，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关注相关的问题，敢已经拢改善，因为代志关系到测试人员的安全。像如果说有一些装备你都还没有到位的时候，勉强去做，不管是浮航或潜航，其实都还是会造成很大的安全疑虑。延宕归延宕，但至少呢，现在已经开始了相关的测试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亚那海军号对2020年11月24开工，到达大约5年2个月，头一届进行畅水航行的测试，防这个工期较长。台船回应，无论伫建造机程还是经费，海军号甲别个国家新造的畅水南来比，经费并无较济，工期甚至是比人较紧。强调整体进度并无延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国军过年加强战备操演来到第3天，武器强军两车侵犯台湾，想要对这桃仔园海堡上花。海军实弹操演展现新型的国造 T112重型长枪，也另外展现到3款的无人机，其中有一款是中科院打造的无人机，红叫做是台湾版本的金鸭刀。这回呢也头一届试射，说是的无细力拔落来，加在官兵随来补射，成功射到目标。中科院表示讲是无人机的时啦控制失效，这部分会搁再改善。一阵爆炸声，海水是喷甲真悬。国军春节加强战备操演的第3天，由海军负责实弹操演。先登型无人机小组。假设中国军方入侵西南海峡，想要登陆红色海沙堡之一的桃仔园海沙堡，海军阻挡中国军方的军舰执行两侧登陆。而且，咱海军投入3种新型的无人机来参与这届演习，包括舰侦型无人机、增速可疑的船仔，出动 M109突击艇执行警告射击。无记中国军舰出现，这届轮到地面型舰侦无人机出动，随时起落执行辨识目标，即时把敌人的情形传导转来。掌握中国军舰的动态，海军下令攻击无人机出动。这是中科院打造的劲风1型无人机，人讲是台版单风刀，想要到头一届公开试射，伫几秒钟内煞直接落伫海沙堡。军方随启动备援，第2架顺利升空，连同海顶的军舰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做伙拍到目标。中科院表示，因为飞行机的机势失去控制，所以会继续来改善硬体。那在这个攻击阶段。本来就是会做这个补行射击的部分，或者是第一次攻击执行结束之后会做而后，在第2次接获任务之后实施攻击。另外，海防大队的双方飞弹车演练伪装，利用树尾甲大叶仔，甲车藏起来，接到命令了后，随解除伪装。
甲海顶的公路快艇来合作进行发射甲攻击。我们现在的伪装其实是可以适应不同的敌方的这个征收的条件，我们有城市型的，也会有这个丛林型的。演练当中，针对村内想要登陆的敌军，海军陆战队的暗击手开枪，上准拍到目标。因使用的是各座的新型 T112重型出击枪。这次春巡的亮点之一，就是海军陆战队首度使用 T112重型狙击枪，去年12月才接装，目前已经接装训练1个多月，也在这次的实弹操演展现优异的狙杀能力。会结合我们自己的驻地训练，跟我们自己的基地训练，最后也配合年度的狙击手的竞赛，会做异地训练来去做验证。面对中国军事威胁，陆海空三军接续展开操演，一个手展现几啊款新型的武器甲装备，透过实战的训练，向百姓展现咱守护家园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台湾留学马来西亚查甫大学生2年前呢，去互嫌犯纽约市性侵，搁再处死。这个嫌犯呢，1审、2审经1审嫌犯拢是判死刑，伊搁再上诉，今仔日经2审宣判。法官认为讲有教化可能性，毋是有苗杀人，该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那这被害者的家属是表示讲无法度接受。治安全部都唔讲话，伊是台西马来西亚招女大学生的纽约籍。2年前，伊掠走来台湾读中英大学的马来西亚姓郑的女大学生，用锁算对方的颔棍，甲伊性侵。抢走之财了后，佮甲伊抬死，骗掉尸体。1审、2审经1审拢判纽约籍死刑。29透早经2审宣判，法院认为有教化可能，无属于以苗杀人。专案罪嫌变化，强制性交杀人对死刑改无期徒刑，褫夺公权14人，强盗罪改判8年。被告并不是事前预谋性的有计划性杀人，因此对被告的非难评价不得高于计划性杀人，也不得高于杀数人的情形。各方各方院表示，纽约籍本地计划性侵抢钱财，发现死者反抗超出预期，才甲伊抬死。别当以生准备锁就认定有杀人的预苗，也经过相关单位鉴定了后，认定有教化可能。这是下议庭再三讨论了后的判决。法官认为，2性被告并非一开始就有计划的性侵且杀人，而是性侵过程中未能得逞，因此才起意杀人。所以高等法院法官认为，2性被告的恶性比一开始就计划性的杀人还要来得轻。实务上并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衡量标准，法官会根据被告他个人的主观学历、经历，还有他的犯罪手法、犯罪手段等等情况做综合性的考量，去判断有没有教化可能性。法界认为，敢会当教化实务上较无客观评估的标准，真侪是由法官综合心情研判。也律师认为，这个判决较偏向考虑被告人权，强加互家属真歹接受。面对这个结果，家属透过文字回应，袂当接受这款的判决。中央大学是回应尊重司法的判决，提供家属心灵支持，专案阁会当上诉。公司新闻参报道。讲到轰动社会开这个案件，除了这姓刘的林某姊妹啊，也佫有一个自动福利联名姓陈的社工被起诉，今仔日是搁再开庭审理。这届有团这台北市社会局的科长来作证，甲焦点放伫咧相关的轰炸规定。不过，这则案件也表出讲，顶一届作证捌协助访视的文山寄托中心姓林的访视员涉嫌伪造轰炸记录日期。科长今仔日也证实讲，已经将专案函散检方侦办。无得插发现外口抗议的声音，日后连名姓陈的社工在亲友的陪同之下，惊正紧入去法院，但是看到伊出现，互现场的人是规百伙。在开按细路的年某姊妹啊，2审维持谈判了后，即么焦点转向2名的社工，外界拢在看涉嫌轰炸失职的伊，出庭受审的所有言行。很不可思，既然做错事情认罪不就好了吗？干嘛要这样？希望司法能够公平。这摆开庭的重点是放伫证人的结问，因为姓陈的社工辩讲伊家己毋是主职的社工，主张督导责任伫文山寄托中心，但是到庭的台北市社会局的科长作证，讲年某是私底下含2名在联络凯出用的代志，但是嘛补充说明，共款有派人去定期访视，这么专案阁烧出案外案。顶摆有作证讲帮助访视的文山寄托
中心的涉任的访视员，洪指控讲涉嫌伪造访查记录的日期。科长伫法庭证实，已经甲专案函送检方来侦办。因为社工才是罪魁祸首，他是导致凯凯死亡的主谋之一，他是凶手之一。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凯凯不会死。任何一个只要尽职正常的社工，都可以把凯凯随时救出来的。在法庭顶悬的另外一个焦点是社工的律师质疑讲，并无强制要求毒舌访视，但是社会局的科长强调讲，以台北市来讲，访视都是袂当提精神约好。这么专案来到审理的尾段，各界拢密切关注一审会安怎来宣判。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安南区传出讲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有老师苦毒囡仔的代志，家长检举讲，一个教保员的会扒囡仔的头，带来叫囡仔硬钱物件，互囡仔食。教育局调监视器来看，发现讲这一个月来就53件这款的行为，少无有10个囡仔受到这款的对待。那一个教保员罚40万，规世人拢袂当搁再做教保员啊！教室内老师参学生欢喜咧活动，不过伫台南安南区的私立幼儿园，煞逼出有老师苦毒囡仔，互家长检举。一个35岁姓刘的老师，对囡仔无到6岁囡仔，塞伊头，口搁甲拍，也搁硬钱物件叫伊食，这种苦毒的行为超过53件，有10外囡仔受害。老师还可以啦，觉得还可以。嘿啊，因为讲较坦白的人，拢也是做表面啊，不然太知啦。从小班要好好的建立他们的一些秩序啊，或者是比如说排队啊，然后老师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粗大的一些动作，就是比较大一点的一些行为。影片上看来，他们委员就是会判定次数。苦毒囡仔事件发生伫去年9月，教育局接到通报去调监视器。这个姓刘的老师有5年的经验，发生代志了后，当场互人死透露，嘛要互人罚40万，减一世人袂当做老师。当时姓陈的助理员嘛离职，互人罚6万块，连园方负责任嘛连带有责任。教育局落尾嘛甲这2个老师公告出来。学校这边后续也是会有安排一些课程，有关于这方面辅导的课程。那会给老师多这一个方面的提供进修。希望所有在幼儿园服务的负责人或教保服务人员，皆应以正向管教的态度，友善对待每一位幼儿。教育局统计113年、114年这2年，拢总裁罚11个行为人。幼儿园本正是囡仔的安全场所，这款粗残的对待，囡仔甲家长真惊吓。教育局强调，教育场所绝对无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人讲阿软搁较捌嘛是有芳，来看这台中丰原的丰坑牧场，逼出着这禽流感，业者涉嫌暗砍疫情，而且伫咧台中的安内场含苗栗一笪私人土地，甲这的死鸡仔抬起来，数量有1700多只。即马台中市政府宣布讲，对业者呢要甲因罚115万，也会公布讲有问题鸡卵的流向。另外，苗栗县政府是讲要甲这个地主呢移送法办。怪手挖开私人土地，一下带一只死鸡仔，引起现场防疫人员的叫声。台中丰原防控牧场2家爆发禽流感，苗栗县副指考接到线报，甲饲鸡业者是朋友关系，涉嫌地主涉嫌提供后人订一个土地带死鸡仔，地点甲日落，王爷宫大牌，拼死鸡仔来源拢是这个牧场，离差不多1公里。由台中市动保处防疫人员指导，到防控牧场，将内底5000多只活鸡扑杀。台中市府表示，牧场业者隐瞒疫情，无通报恶性重大，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甲跳捕法，总共罚115万，要求3天内清除死鸡。苗栗县府批评用犯涉嫌地主态度歹，直接移送法办。依照全国动传法，我们决定采取最高的罚则100万元裁罚。另外，它还涉及到没有合法的处理病死鸡的尸体，那么按照全国的畜牧法规定，罚15万元。严姓的地主非常的可恶哈，我们农业处去找他的土地，说要跟他开挖把它处理，他竟然拒绝。当然我们会请检方这个指挥侦办，那也没有他同不同意。既然这个有传染病、有公共危险的问题哈，我们一定以刑事案件的角度来侦办。
台中市府统计，防控牧场饲差不多7000只鸡，有1773只染疫死亡。业者讲有623只待伫台中，1150只待伫苗栗。防疫署强调，抑佫涉嫌废清法起伫事业废弃物等法则，佫捌发予这牧场动物福利甲友善技能联名标章的动物团体表示，医疗进前检查都因为无符合规范无兑现，即马爆发重大违规，会马上除名。动传条例它是没有主动通报。那丢弃又是另外一个行为，是，好，那所以它就是违反2个法令，那都是各自裁处。我们在1月16的时候，我们就发公文跟他说你没有通过。那后来就因为爆发这个事件，那它已经是重大违规事项，所以我们就即刻除名。台中市卫生局也公布，防控跳牧场2个流向，到今年1月27为止，有7115台斤的卵流入台北市、苗栗县甲台中市的业者、餐饮甲一般消费者，目前已经通报当地卫生局甲业者回收，市面已经无问题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真罕。台中大硬早起8点外，一个查甫人，可能是长期不满社区的跳舞班伫咧公园练舞伤过吵，煞强举刀啊，甲63岁跳舞班的班长抬着伤，嫌犯落尾来绕跑，人走到高速公路顶头，煞去互车撞着。讲前2个人伫讲话，查甫人向刀啊举出来攻击查甫人的颔棍甲倒边肩胛，查某囡仔尾仔走入去巷仔路，查甫人看办势紧走。台中市大硬区三福公园29早起8点传出举刀攻击事件，63岁姓李的负责人受伤，向附近工厂喊救。我拄一只那伊拄安尼过啦，甲讲救命！我讲你是安怎？伊讲。有人甲抬，我讲啊是谁啊？我都还没发，伊就讲，伊就直接走，讲啊你走入去对面那个工厂啦。现场去呼救，所以我们帮他打电话。然后那当时脖子伤口还蛮明显的。脖子的部分的话，长度大概有10公分，深度不确定啊。肩膀那道其实也差不多10公分的长度这样子。医院都负责人的记者也停伫遐，1声也嘛散开。当地里长讲，姓李的负责人是社区舞蹈班的班长，平常7点就会带民众伫公园练舞。进前捌因为练舞声互人抗议有小钱，是不是同一个人？警方爱搁查清楚。今天是又发生是用刀啦，但是不知道谁，不知道还没有办法确定。被害人颈部创伤，经送往医院急救，目前意识清楚，尚无生命危险。本分局已掌握犯嫌身份，正在积极查缉中。警方表示，嫌犯举刀攻击了后，不明原因出现伫国道1号大硬交流道去互弄着，详细调查原因甲犯案的目的，还搁伫咧调查。姓李的查某人是送中港丁清病院，院方表示，规身躯有8位刀伤，患者意识清醒，也搁伫咧开刀治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屏东东港的花椒市场，真侪人爱去遐食海产，想袂到惊中道发生交通船弄码头意外，轰弄到码头边啊，拄好是这大客料理区。餐厅业者讲咧，食饭时间人客拄坐落来无偌久，船就弄过啊，连这栏杆也弄甲断去。加在是人客先了真紧，只有一个人小可受伤尔。啊，那船公司是表示讲，介像是这机械故障，船啊失去控制，所有的损失因拢会担起责任。监视器画面内底，规只船啊都安尼一直驶过来，弄起来码头顶。餐厅的民众拢惊甲四界撞。日到中昼，当时食饭时间，东港花桥市场瓦港边的大客料理餐厅，一道人客菜点个拄坐落无偌久，大家当咧开讲等出菜，船啊都弄过来，规道8个人起骹就走。其中一个19岁查某囡仔闪袂久有扣着伤，送病院检查，加在人无啥要紧。是看伊的船啊，驶来应该是要驶去拍，啊，毋过那雄龙上蹦一声安尼啊。第一个樱花虾上过来，客人刚要舀起来吃的时候，他那个船就撞过来，大家吓一跳，而且还有撞到人。河船弄到的所在，铁栏杆已经歪歪断去，码头的阿妈头嘛有受损，跳输的船啊，敢若船头有小可耐入去。餐厅业者讲，伊伫东港开店10多年啊，头一摆拄到船啊弄起来码头，真正有影憾。对此船公司表示，代志发生的是交通船当咧汽车顶悬无载客，敢若是因为机械故障，船啊失去控制，才会造成事故。试完车以后要回来靠码头，因为靠转弯的时候，那个突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主机没有来车，没有来车，他就去装了码头。
船公司表示，船购中的原金爱当原厂来查过才会知。除了包红包甲受伤的查某囡仔地件毁尸地以外，码头受损的阿妈头甲铁栏杆嘛随派人来处理，所有损失因会负责到底。记者郭斌在国家组库朝用屏东采访报道。台铁滨溪线去年落大雨，地基漏了，对10月停驶到今已经99天了。台铁公司表示讲，针对全线地载7个山架已经做加强工程，也若帮上界严重的这个岭卡站附近的路径，第一阶段修复也做线路。今开始呢，滨溪线进行试运转，若准无问题，伫1月31就会恢复通车。区间车慢慢驶至闽岭卡车站，计99天，火车搁驶伫滨溪线铁基路顶悬，即马开始试运转。顶回去年灾损上严重的岭卡车站附近边坎，有些路基已经修好，增加挡土边以外，顶悬搁挂网来加固。连续好雨以后冲刷，基隆河有冲刷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对，然后让边坡流失，最后路基坍塌了，所以这一次在做的时候就把它也是分两范围加大了。那这部分我们现在已经在做所谓的这个基桩啊，我们把它做起来，做一些保护。那现在要求台铁啊，希望能够在今年的汛期4月之前要把它完成。交通部要求台铁公司伫今年汛期进前爱完成下边坎第1阶段加固工程，并计算全线顶悬有7个卡的地载的前边坎也拢进行挂网加固工程。停驶期间，全县车站铁基路也进行优化。若试运转顺利，上紧这礼拜6复驶。观光客上济，滨溪线10分车站依然不少游客咧放天顶。不过点头讲，10月开始原本是放天顶的大季，应该是规工拢人真济。即马煞只有团客坐游览车来时阵，生意才较好。大概差多少？差个大概40%左右。游览车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多人，但是今天的人还算没有很多。我本来是想要搭火车的，因为火车比较方便嘛。因为这里停车位也可能就是也不太方便，不管是接驳车或公车，我们都等超久的。我们现在这个公车，我们已经大概等1个多小时了。公车站牌头前摆甲长路路，不少游客家能驶车或者是靠代替油水风站来往公路转接，班期长，若等车时间又长，爱驶时间也较久。总算等甲滨溪线复驶，游客甲当地点头拢真期待。代替公司估算复驶了后都是休寒，甲过了春节假期，有希望恢复过去的日均运量，差不多3000人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今来到台湾，按算要参加这回答台湾的会议，本人敢会出席这回答和台北市政府的签约典礼呢？目前是无正面来回应。另外，外界有风声讲呢，这美国希望台湾转移4成的半导体产能去到美国。啊，那黄仁勋是认为讲用转移来思考无适合，应该爱家想做是增加产能。黄仁勋是强调讲会和台积电、广达也个鸿海呢，伟创等台湾的供应链来密切合作，来应用目前 AI 基础建设的需求。你要送给谁？朋友。笑眯眯翕相，签名拢总来。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结束中国行程了后，过来台湾，第二行程就是去甲头毛，也甲台积电当做为特家甲创办人张忠谋见面。针对外媒报道，指回答 H28晶片已经运到中国，伊反驳这是假新闻，表示目前议员的单关方最后决定，而且还未收到订单。The actual license for H200 is being finalized. And I'm hoping that als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allow NVIDIA to sell in H200. Very good for America technology leadership. It's also very good for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e customers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have H200. 风声美国希望台湾转移4成半导体产能到美国，黄仁勋认为未来台积电晶圆甲产能，应超过台湾应摕到能源供应量真济，用转移来思考无适合，应该想做增加产能。I don't think shifting is the right way to think about it. Adding is the right wa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so a great strength because we have manufacturing resilience.
For TSMC, it has the benefit of global footprint. So I think it's a win-win. 其强调甲台积电、广达、鸿海为创定台湾供应链密切合作来应应即马 AI 基础建设强大需求。即摆来台湾要参加回答台湾买旗，针对外界关心，伊是不是亲身参加回答甲台北市政府的签约典礼，伊用趣味话来闪过。Am I coming? Do you guys know? The Taiwan mayor wants you to go. Oh, okay. He invites you many times. Is that right? Okay. Well, when is it? He say you decided. When are you guys available? 其实我们都还是持续和会道保持联系。那最主要也是要看黄仁勋这段期间他的行程安排。特别是1月2日都会并肩审查重点，包含放停、建蔽率、道路合并、提悬大站高度，伫无影响交通的情形之下，设车辆进出口。审批通过了后，2月7日公告才正式生效。另外，市府回答签约形式无限制，原则上一定会伫旧历过年之前将所有合约全部签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和南韩去年签订关税 MOU， 内容是爱南韩伫咧美国另外投资美金3500亿，换对等关税降到15%。不过，南韩对去年底呢向国会提交了后，双方一直无批准，川才会宣布讲要甲这南韩的关税抽到25%。消息一日出来，这官员就袂定着啊，随走到美国谈判。这南韩的智库就批评讲，川的做法就是要抬价搞，爱这盟友剥夺拒绝。为着影响川普的对等关税，南韩甲美国签订关税谅解备忘录，而且答应会增加投资美国3500亿的美金，包括买美国的能源产品，用来换美国甲南韩汽车等等关税降到15%。不过几啊个月过去啊，南韩国会要是无批准这项协议，所以川普宣布要甲南韩的汽车、木材、医药品的关税，为谈判了后的15%提悬到25%。不过，隔当天川普又搁改喙，讲要甲南韩共同找出解决的方案，保留甲小年对话的空间。因那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表示，伫个南韩国会正式批准之前，美国甲韩国都无关税协议来甲南韩施压。消息一日出来，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随出发跑去美国。I think that they are getting the message. Again, I had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early this morning. Actually, they have their trade officials coming into town later this week. 南韩国会议员表示，甲美国关税协议有关国家的利益，目前当咧照立法的程序，伫国会积极推动。不过，嘛有在野党的议员批评讲，执政党自头到尾拢点点点，无要讨论的意思。因那南韩智库认为讲，美国除了抬价价高，嘛要展现，就算甲盟友意见无共款，嘛会当随解决。不过，南韩的谈判要是要防止企业的损失。두 번째는 그 대외적으로 대외 정책 면에서 트럼프 행정부가 최근에 들어서 이제 그린란드 문제를 놓고 나토와 충돌을 하면서 또 한 발 물러선 듯한 모습을 보였잖아요. 쉽게 얘기하면 면이 서질 않는 거예요. 면이 서질 않기 때문에 제가 보기에는 그런 면에서 지금 조금 동맹국들이 미국의 어떤 이 페이스대로 지금 따라오고 있다는 어떤 모습을 좀 보여주고 싶은 건데 그런 측면에서 갈등이 유발돼도 경제라든가 안보상의 어떤 이 협력 관계 때문에 쉽게 미국의 이 요구를 거부하기 힘든 어떤 대상을 한번 찾아보려고 했던 거고. 南韩智库表示，川普政府目前当面临包括 ICE 执法等等各项的争议，所以真需要政治成绩来避免支持度降低，以持其中选举的力头。另外，伫南韩国会消除过半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表示，政府已经要求伫2月底进前，要通过对美国投资特别法。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翠玉白菜去到这一期展览已经来到台湾啊！今仔日咧故宫和咱的台湾民众见面啊！这期博物馆的馆长呢也专工飞来到台湾，和故宫院长两个人有讲有笑，佮在宣布讲后一届双方的合作要合作欧洲之心，规划把这欧洲的古物摕来到台湾的故宫展览。民众为伫咧翠玉白菜边啊翕相翕袂停，因为伊总算回来啊！翠玉白菜出国饼外交飞9000多公里去到捷克，展出4个外国，即马已经回来台湾。我感觉真好啊，因为最近欧洲甲咱的关系拢愈来愈好，所以伫遮文物的交换甲
甲展览是真好的代志。去年9月份，国共选131组珍贵的文物，包括翠玉白菜、清明上河图等等，去到捷克国家博物馆做展览。随着欧洲引起讨论，也互捷克博物馆创下上侪参观人数的纪录，吸引138万人次参观。双方的交流也看出两国的好关系。卢卡基总馆长说过，故宫博物院不会把珍贵的文物借给不是真正的朋友，就是只会把文物借给真正的朋友。我们也将延续这份友谊。台湾和捷克两国的馆长也来到翠玉白菜头前欢喜开讲，顺续宣布一个好消息：后一阶段双方会有新的合作。捷克博物馆规划在台湾展出一系列的古物，店名或者欧洲之心。Dovolte mi nyní s radostí oznámit, že naše spolupráce nekončí. Právě naopak. Přicházíme s novým výstavním námětem, který jsme připravili pro Národní palácové muzeum a který má pracovní název Srdce Evropy, pokladnice české kultury. 国强表示，未来过年期间，翠玉白菜会伫台北陪伴大家过年。接落来3月初5开始地刷对国强南院，照顾北中南的民众，互大家拢有机会批判一下。记者陈选林曲凯台北报道。陆委会今日公布，1月初有2个检察官去到中国的河南旅游，到旅馆呢就随去互中国国安人员问话。陆委会强调讲，这中共想空想胖，想要渗透台湾。这公务人员去到中国互问话，目的呢就是中共想要建立台湾公务机关详细资料库，也呼吁这公务人员若准无代志，尽量莫去到中国。询问内容包括你在服务机关任什么样的职位，包括两岸共打的讯息，然后他们都掌握了这些检察官分发到该机关的任职时间、工作的地点和职称等等个人的资料。那也要求说，这2位检察官呢可以加入微信账号，以互通联系那还好，本案的检察官都有警觉，然后拒绝这些中共国安人员的要求。刘文杰表示，讲访问话是新来检察官有掌握到一寡去到中国访问话个案，提醒全国的公务人员当着状况一定要警觉，唔通泄露机关内部和同事的信息，一转来就要汇报。要若讲到这治安系统敢是有出问题呢？刘文杰表示，讲无排除是治安海客，因为公务人员去到中国转来拢无老实汇报，对即摆开始会严格要求。有电影公司推出台湾100的计划，要甲台湾这100年来重要的故事拍做电影。今年底到2018年要推出台湾文艺3部曲，以黄土水、陈定波和翁闹这3个代表性的台湾艺术家做主角，要推出正港台湾在地故事来拍做咱台湾的电影。台湾国片的成绩一年比一年较好，嘛愈来愈受到民众关注。民间也有电影公司推出台湾100计划，来开发台湾100年来有台湾的意识甲价值的重要故事，然后透过影视作品来传达台湾的精神。打算要伫今年年底到2028年陆续推出台湾文艺3部曲。跟历史有关，跟我们的英雄人物有关，跟我们的重要的关键发展有关，跟台湾精神有关的这样的电影，都能够一部接一部的推出。这3部台湾的文艺电影，分别以黄土水、陈定波和翁闹3个真有代表性的台湾艺术家做主角。其中观众上紧就会当看到，是日本时期作家翁闹的故事《天光前的恋爱》。打算伫今年第4季完成。3部曲的导演甲制片表示，会来拍这3出电影，是因为因拍拼佮热情的精神，真值得咱传承。从100多年前、30-40年前一直到现在，这位艺术家的故事好像可以承载跟透过理解这个艺术家的生命跟他的艺术创作，可以更靠近台湾的某种精神。不管时代的演进用100年来计但人们台湾人们年轻人的那种热血是不变的，这个东西是不变的，是可以传承的，也是必须被传承的。所以这个影片当然有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当然要有被说出来的必要。电影公司表示，这3部电影的制作会尽量把过去迄个年代的状态呈现给观众。
所以声音含字幕的部分会有台语、华语含日语等等，希望拍出互台湾人值得骄傲的正港台湾故事。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为了要让台湾的故事会当大大讲出来，也文治也宣布推出拓台湾国片有售票计划，希望透过提早资本，让创作者伫咧开发期有信心来拼。也若投出出开始资本的电影，或者是《天光前的恋爱》，是1930年代文学天才翁闹的传奇人生。我们希望用驻文台语预售驻文的概念、预约的概念。我们希望在网站上呈现，然后让大家一起参与、一起投入、一起期待，一起来鼓吹。讲到今仔日呢，将交通部长何丹丹和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因质疑讲这高铁通到宜兰的推动程序是真混乱的，也讲这铁道局过度美化这高铁的数字，挑工排除地铁方案，要求交通部就要面对面来专业辩论。也若交通部长陈世凯是回应讲呢，交通部这高铁通到宜兰是做真侪讨论，而且拢是专业的数据。高铁延伸到宜兰案，2005年通过宽屏，专案搁在等行政院审议定案。最近，若是前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心表示，高铁延伸到宜兰是史诗级的错误。突然间，交通部长何丹丹和真侪民间团体嘛拢召开记者会，大骂高铁案推动程序是真乱，而且质疑铁道局是故意排除地铁。去年4月到10月，台铁的成本增加了860亿。而同一个时期，高铁的数字反而是减少了126亿。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经过了3、4年的这个评估以后，这两条线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个戏剧化的差别。根据铁道局上新的估算，高铁的方案对南港到宜兰新站差不多20分，路线全长是60.6公里，建设经费是3521.8亿。另外，过去规划的北宜地铁规划对南港到头城，行车的时间差不多是50分，路线全长53公里，建设经费是2220亿。何丹丹认为讲，北宜地铁的方案过去地方讨论参与的程度较悬，应该予伊定评估的机会。将宜兰建设局长林旺君是认为讲，高铁方案上方批评的部分，除了造价，还有专车的问题。这个数据一定经得起考验哈，我们铁道局都有很专业的团队在做评估。高铁的延伸的议题上面，我们的立场是，我们会务实的延伸。我想这个专业上面的讨论已经相当的多，好，不一定是用辩论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市公所提早伫今仔日发过年的敬老金，予满70岁时代一包6000块的红包，计共发1亿9000多万出去，领到这时代呢，大家拢嘛是喙笑目笑。运钞车一个到位，虽有警察警卫护送现金，这个钱是彰化市公所要发予时代的春节敬老金。公所人员摕一沓搁一沓现金开始算钱，甲6000块装入去每一个红包袋内底。时代领到6000块的大红包，拢真欢喜。先生呢？嘿，我这个情况嘛。钱拢你在管的？对，拢我在管的。啊，当年领到欢喜无？无欢喜啊！啊，有要拍算要创啥物？买20磅啊！年节物件啊。彰化市公所表示，若是自有财源超过10亿，得发6000块。只要户口设伫彰化市满6年，而且满70岁时代，就通领春节敬老金。今年有31911位时代符合资格，计共发出1亿9000多万的红包，总金额嘛超过英国纪录。敬老年金福利真好，咱的建设增加3倍，而且累计的税计剩余增加了3倍多，将近20亿。较早是足济，无转账的时就是现金，要算足济，即摆有转账嘛，好一半。台湾已经是超高龄化社会，时代的社会福利是真重要的。彰化市公所表示，除了逐年发红包予时代好过年，公所嘛有咧规划拍算去做社区的长照服务中心，希望予时代会当安心养老。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新竹县环保局统计，一年大约有14000顶的碰床爱回收，去年甚至有17000顶。即马这碰床因为材料甲做法要拆掉有较困难，对清洁队员来讲有淡薄头痛。
甲拄回收回来的牛碰层，放入大型处理机具进行破碎甲分类，然后清洁队员在过年前真无闲。新竹县环保局指出，新竹因为有科学园区，社区人口流动速度紧，加上真侪人无介意困别人困过的眠床，也增加碰层的废气数量。过年期间的巨大废弃物产生量大概会是平常的1倍左右。那特别是近我们县内的园区啊，或者是几个产业园区附近有许多的租屋的族群，那随着族群的流动，也会造成那个租屋的废床垫啊、废家具的产生增加。根据新竹县环保局统计，去年旧碰层的回收量有17000点，而且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加上这几年碰层愈做愈有工，也增加回收技术的困难。10年前，我们传统床垫跟那个独立筒床垫，占比大概是8比1。那现在呢，已经变成9比1，就是独立筒的是9成，传统的已经变成只有1成不到。传统床垫通常都是一张表布包裹了一个金属的床架，那现在的床垫有分独立筒的形式，那它的整个铺面的层数也增加，造成整个处理情形上的更为的复杂。目前新竹县家具回收厂只要在过年前，拢会出现碰层山，然后相关处理人员真无闲，也成做清洁队员新的挑战。记者杜根和新竹报道。去年丹那市风台扫过台湾，其中这台南密密麻麻变做是重灾区，真侪这厝遐是拢吹甲歹去，出现真侪歹去的水雷倒帮，也因为这水雷倒帮呢有毒，袂当乌白乱弹，就爱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民间呢有业者到开发查报系统，配合着空气机来比对规划清温，增加处理效率。这害去的石棉遐水雷倒是去年予丹那市风台扫害去的。石棉其实袂当含一般的粪扫斗阵弹，因为石棉是有毒的化学物质，会来影响到民众的健康，爱另外处理。石棉的这个情形都已经被证实说它是一个致癌的物质啦，也是国际中相对关心的一个致癌性的物质。你要把它从那一些的废弃物挑出来。足歹挑出来，因为丹那市风台对南边扫起来，所以台南是重灾区。大量废弃的石棉遐，予灾后复原变成一个大挑战。有民间企业发现传统的清理方式伤了工，所以和台南环保局合作，开发查报系统，协助民众通报。环保局则透过空气机来比对，规划要安怎清温，增加处理的效率。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更聪明的方式？那这样的用一些系统，用一些自动化，那其实可以省掉大家很多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大概白天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那晚上可能就做一些东西出来尝试看看，把这些东西带到整个战场上或者是灾区里面。那为什么后面这里还有这么多的量持续的？这个是叫畜牧业。你如果当时没有破的，你还在养猪的，不会很紧急的，你就先放在屋顶。等你这一批猪出去了，然后你再来慢慢把它拆掉。所以我们其实到过年应该还有200多场了。环境部表示，面对复杂的环境议题，不是单一一个部会会当应对的。希望透过这个例，增加公部门和民间做伙合作。若是以后有类似的代志发生，会当有更较侪专业热心的民众投入，斗阵来守护咱的环境。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遮侪人伫咧拍拼推塞台语，这台语的福建安怎做才有活路呢？最近有一位作者叫做赖一心，伊出版一本台语宪章，伊是指出讲咧未来台语人口老化，会晓讲台语的人，恐惊20年后剩无到1%。作家整理着国际上这语言福建的例，也针对着国家语言发展法甲宪主时台湾政策，对这个语言福建的政策提出来检讨，伊也主张讲咧甲台语定做是法定的官方语言，福建才有活路。加拿大魁北克嘅官方语言是法语，不过英国因为法语人口降低，英语佫占优势，地区法语嘅生存甲文化受到威胁。到1977年，政府颁布法语宪章，才受到保障。为着台语嘅未来，也有人写出台语宪章。作者赖一心自伊嘅囡仔伫学校读册了后，意识到多数人拢无咧用台语生活。伊主张甲台语定做地区的法定官方语言，福建才有活路。
阮无爱上母语课啦，阮要爱用母语上课。这族语就是爱甲伊定做官方语言。伫咧行政、教育、媒体、司法各种的这个系统内底去使用，安尼咱的族语才有法度搁活开。罗一心指出，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高达7年，日头无够生活中的台语使用并无明显增加。伊认为应当爱反省语言政策，面对强势的华语环境甲中国的文化渗透，罗一心嘛强调台语的国安功能。渗透因的这个成果慢慢拢咧浮现出来，这就是上重要原因啊，就是咱的语言是共款，无法度去接受到这个因的这个认知作战的这个资讯。安尼，这个中国因若要搁做这项工作因的迄成本会提足悬。台语现象除了成立国际上语言发展的例，也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法甲现处时，台湾政府对语言发展的政策提出检讨。作者把这本册当作是喊我台语社会运动的宣言，但也透过全国巡回讲座，希望招民众同齐来思考台语的未来。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哥伦比亚东北部的里贝发生一站细只无人机摔落来事故，顶头有13名乘客含2名机组人员全部拢过往。这内面呢有1名现任的国会议员，含1名国会议员候选人。目前还搁伫咧调查这飞机摔落来的意外，初步研判真有可能是和天气有牵连。根据哥伦比亚民航局消息，当地时间18早起，国营萨提纳航空公司一架向普莱佩亚客机伫花委内瑞拉边境的库库塔起飞，要飞向100公里外奥康纳镇。原本飞时间是23分钟，毋过伫起飞11分钟了，就甲塔台失去联络。后来证实失事落伫北桑坦德省的山区，机顶13个乘客甲2个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初步调查显示，可能是无好的天气致使这个事故的发生。Para poder desarrollar una línea de investigación con respecto a la aeronave, a la operación, a las condiciones meteorológicas que en este caso tenemos identificadas unas condiciones meteorológicas adversas permanentes en el sitio del impacto. 目前，搜救人员已经发现无人机残骸甲部分遗体。航空公司公布罹难者名单，包含现任国会议员，同时也是律师甲人权导师金特罗。无人机落落地点就伫伊故乡附近，当地是古柯前原料古柯业主要种的所在，也是非法武装组织全国解放军甲哥伦比亚革命军残留势力活动的据点。金特罗所属政党也表达哀悼。另外，罹难者也包含特别导致国会大选社会领袖萨尔塞多，也爆料听到对伊的消息是真悲痛。En horas de la mañana estábamos esperando al candidato en la ciudad de Ocaña, que se dirigía desde la ciudad de Cúcuta, ya que teníamos agenda política del día de hoy. Un vuelo que dura aproximadamente 20 minutos, pasaron 40 minutos y nunca llegó. La aerolínea 这事件顶下哥伦比亚国界包含总统佩佐、国防部甲内政部首长拢表达慰问。目前相关单位会深入调查事故的原因。公视新闻丁淑芬报道。意大利南部最近因为强烈热带气旋哈利在西西里岛和萨丁尼亚岛升腾甲真严重，有砖头、崩山，也真侪厝内是起伫咧山崖边，看起来真危险。当地政府是紧急撤离超过1500名的民众，初步估计损失已经超过20亿的欧元啊。对空中画面会当看到意大利西西里岛尼谢米镇严重崩山，大片的人家厝剩一半，佫经伫半空中，边有几台车辆也强要落去。消防人员协助居民爬登去厝，赶紧甲行李款款的。已经住买几十年的厝，这是时间都无去，居民惊吓无助，暂时撤离到安置中心。Sono momenti troppo perché io ho amiche intime veramente da una vita, abbiamo studiato assieme tutto, che hanno perso tutto. Hanno perso ed è una cosa straziante, veramente. 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坐直升机巡视灾区，宣布当地紧急状态。边防部门警告，因为地下水也未消，整个山坡地是真无稳定，随时可会出去。伫咧崩山附近的所有人家厝拢袂使搁住，因为无可能搁回去。官方评估，这场崩山所造成的损失，恐惊有到20亿欧元，新台票大概是748亿，要重建是非常艰难。
Un dato è certo, la frana è assolutamente ancora attiva. Io stesso l'ho documentata col mio telefono mentre facevo il sopralluogo, quindi è chiaro a tutti che la situazione è particolare, è veramente molto complicata. Lei dice definitiva perché crolleranno le case che stanno sul ciglio? Allora, non so se crolleranno oppure no, ma è chiaro che se una casa è sul ciglio non potrà essere abitata. 这条灾难也引起土地过度开发，甲政府长期要看重地质风险的强烈质疑。居民也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提出长期安置甲重建的计划。公司新闻陈伟仁、刘选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5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6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2度到21度。预估未来3天的天气。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